大家好，點解 HKCC 副學士阿蘇嘅學費比 VTC 高級文憑 high 啲咁貴嘅呢？但係同一個資歷架構嘅水平，會唔會學習模式差距好大呢？副學士嘅目的係為咗協助學生升讀大學，喺2024年升大學率高達90.3%。副學士普遍設計為銜接大學學士課程，課程之中至少60% 為通識同埋學術訓練。呢一類嘅學術導向課程通常需要更多專業嘅教師、學術支援，唔單止設計內容接近大學 Year One 自操，而且教學資源成本較高，因此學費自然較高。而高級文憑方面，有至少60% 咧係專業同埋實務嘅課程。更重要嘅係，好多 VTC Ivy 高級文憑被納入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， 每年可獲政府資助。由於政府補貼之後 ，VTC 學費自然更平。HKCC 屬於理工大學 CPC 轄下嘅自資部門，有關副學士並唔係 UGC 資助學位，因此係冇政府學額補貼，成本全部由學費負擔。HKCC 嘅官方學費為145800蚊至172530蚊，為期2年。相比之下 ，VTC 高級文憑嘅首年學費一般為3萬至5萬，甚至扣除資助後更低。今日講到嚟呢度啦，下次再見。